老公啊，我睡觉呢，到楼下了。好的。怎么办呢？我有办法。亲爱的，无论发生什么事，你千万不能动，知道吗？一定不能动啊！我爱你。哎，老公回来了。老公。这是什么呀？只是个石膏像。那天我去老蔡他们家，看他的卧房里也有那么一个石膏像，我觉得挺漂亮的，我也弄了一个。不错，这个挺好的。老公。千万别像我似的。我那次在老蔡他们家足足站了3天，水都没喝。吃点。